電緊耶，呢個白話點講我唔知啦。OK， 李家超要親自跟進呢件事。其實呢個就係特首出咗呢個施政報告之後咧，咁喺電台玩啲連播節目，所以香港有呢啲玩。咁喺內地邊有呢啲玩嘅？出咗報告啊，最多係有個市長電話熱線俾到你嘅啫，邊度有呢啲公開嘅節目有得玩都冇嘅。所以話一位基層照顧者求助，70幾歲咯，如果冇計可施就唔會向特首求助，要求留低聯繫方式，表示會親自跟進。呢個非常之好嘅一種做法嘅。但係從呢個新聞，其實我仲去深入去思考嘅，有幾樣嘢嘅。第一個，基層照顧者吳小姐，佢係嚟自基層咧，佢又講到咧幾十歲嘅老人家呢個第二樣嘢。咁第三樣嘢，特首都要通過電話話親自跟進，咁係好忙咯。其實我哋要思考嘅係咁喺社會民生方面咁點解有啲人好大壓力都唔知點樣去諗辦法去解決咧？就類似係咁樣啦，類似係咁樣即係我要表達嘅意思係生活上係可能係有困難嘅，咁但呢啲困難點樣去緩解咧？應該會有更加多嘅措施同埋制度嚟規定呢啲嘢，呢係第一個。第二個咧係要將呢啲措施同埋制度咧，要使到每個市民都要知得啦，知道咯。喺內地咧都係有呢種情況嘅，咁都好多人有困難嘅，但就唔知道點樣去向上邊或者向管理部門去反映呢種困難。喺內地都好多呢種情況。當然內地都做咗好多嘢嘅，比如話佢哋會同一啲以街道街道都有嘅，以街道為單位以社區為單位有啲街道嘅辦事處、社區嘅辦事處都有啲員工喺度嘅。有啲所謂嘅公務員、細嘅公務員都會喺度。咁都會都有啲方法嘅，都會有啲方法嘅。其實我哋要講嘅係人都有困難，係人都有困難，點樣去呢個化解呢個困難咧？無非都係錢作怪，無土。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無論預測乜嘢，只要呢件事情你認為係錢作怪、錢去解決嘅，乜都唔使睇噶啦，咩年光、月光、時光都唔好睇佢，就睇無土落公，有四害，有就係冇錢，冇錢去解決呢啲問題。無土落公冇四害就代表有錢，有錢去解決呢個問題。呢個係最高級嘅一個預測。只要你預測嘅嘢同錢銀有關，睇無土落公無土落公冇四害就好搞，無土落公有四害就難搞。你記住咁嘅啫。